他们的娃娃都被亲忙着了。三兄，今日方丈带领大校长当朝是远北京巡乡，莫非有什么权贵要人让少相背了了？管他什么权贵不权贵，他管他少相万元，我怪我有言上京啊！对，今日有上作事，总当作交出八股，上你上你好。喂，当英雄，八股。一早起来在西厢做神啊，小弟的庙会故属深情啊！我们来到府区都有半个月了，你那番话怎么完没完好？不卑不亢的，你到哪里去找我？三位相公，只有王太师府上的夫人内眷前来造香万缘，有人相克，多许为宜，请三位相公也速速离去。奇怪，他问他的女儿陆少女的香，这又问他太师，为什么他们来了，我们就得离开呀？太师夫人乃当朝权贵，他瓜得下来，凭什么却来得起？请三位相公
为啥还要年年烧香菜呢？所做的两股造业，怎
开口骂人啊？我们姑娘在这里拜菩萨，你到这里来做啥？你来拜菩萨，我也是来拜菩萨的呀。你为啥要拜菩萨？你为啥要拜菩萨？我嘛，求菩萨保佑我，来世对他这个暖人。我求菩萨保佑，能让我娃一副好丹青。你这个人真奇怪，好娃不娃怎么来挖女子？哦，你定是个不正的人了。你怎么又开口骂人了啊？请问你们是在家千金表的呀？千金？我们没那么穷。老实告诉你吧，我们是瓦台子府中大大的一名小丫。原来是太子府中的大帝设君了。太子不能为请得挑办。相公，你要做啥呀？我是要称你的孙，要称我的孙啊！
这个曾经的说都叫你见就是了啊！多谢母亲。好，拿来。老板，小生来得匆忙，必得您谅。给这下边玉礼就是了。我倒是得一米外地，相公啊，我们当玉帝骂米骂他，有一天呐，委屈了。老爸再来，老爸再来。一把孙子，好，这孙子拿到当铺去到，可当文银得了。一把孙子，可当是2文银啊，有大贵重啊！这算到有事呢。算到呀，再为了哈，再为了。你是有事了？我这是孙上有事，怎么会是有此理？有事，我还以为有此理。这把孙子能值10两银子，我不相信。相公，喏，哪方一颗雷子？你在那里稍等片刻我去去的了去。呀，老爸再来，老爸再来。老爸，你看，他，你，哎呀，外甥，你外甥快去快回，快去快回哟！这阵子，这阵风碰上麦浪中哦。老爸，你看这座，哎呀呀，我谁得上哦？谁得上啊！我谁得上？是你我快上座。老爸，上座。坐定老爸。求有类似文臣要是啊！
哎，这叫我再生再受得起哦。哎，我也要叫你来见见太师。将我这次皇陵无礼，老夫真是再生有意呐。夫人，到那时你可要认清相内哟。我要你还走。他进来讲下去吧。来来请。
入姓美景的树洞，引教瓦外，忽有问才。好姐，从今以后，你俩的私塾由他来教，才不认真做到同志不少。王哎，你要严加管教，不可懈。正你老夫要为右廷御史去了。宋太子，哈哈，真好吧？哼！二位公子，请坐下何坐？去看。怎么，主动去管管请我少爷来了？哈哈，你也想来管我们，真是岂有此理！王安，大少爷口渴了，快去端茶来。王安，二少爷肚子饿了，快去端点心来。老太子来了。二位公子，从今日起，咱不听我管教，我定要禀告太子，从这不逃。好啊，你尽管欺骗我们，哎呦，赶紧！你们听，真的有人来了。去香！
能话里响，话虽能听叮咚声，算论子女跟话得好，米鸟米巧心惊。表弟呀，姑苏多少千金小姐来聚婚，他却没有一个可得中的。那当不过还想做后场啊？哎，不是想做后场，而是天下女子他都可不。那就让他当一辈子后场吧。王太君二姑奶奶，二姑奶奶，娃儿来了。曲仙。你刚才说他长得进去为师中啊，我倒要见他一见。二姑奶奶，你往上来请见。来了。在姑苏人世为王，当作官，到至今被他识破，要到来。哥哥请见。来了，我那个小弟小毛奶奶，下跪不成，速动王恩。哎去，我今朝生了一颗汤，抬不起头来呀。本来这老夫人是我好好的，怎么一下子就正常了？去向，去向。哎呀，真相唐衣。哎呀，我不是唐衣，我是唐通男生母。你是哪里人士？我是高手人士。姑苏，我是无锡人士。无锡人士。你为写字吗？我不会写字。你会写的。会写的字。你会画画？哎呀，我不会画。糊涂来画，糊涂来画哟。哎呀，我不是伯父，我是别，爷爷，我是别父啊！老夫人怀你哇哦，你到哪里去？请。来不见了。夫妇的名字并发许，唯有他皇里皇上下
啊。
为三生长为好，我也得去。哎，你们不要睡，老爷在等你们为本哩。真是一对好宝。哎，叫我怎样去为兵？老爷你。秋香姐，哦，你想哪一个啊？我得叫曲香姐姐呀。哪个是你姐姐？我怎么有这样一个弟弟呢？哎呀，曲香姐呀！苦女，自你秉性独自疼，你自古不卑不亢，真做女，你是我特子也想我中人，万望去向能遇，我与我美人情
他桂花进去，采些桂花来。哎，今晚可以请老夫人、二姑奶奶到桂花亭去赏花。曲香，你见到王姑姑没？我想叫他替我往上想。怎么？他要去泥瓦匠？不，我请他进我瓦。啊，王姑姑瓦匠王真好，他比当不虎还要好呢。他怎么能与当不虎去比瓦呢？比得，比不得，比得，谁比得嘛？哈哈哈，你这比得，谁比得？哎，王姑姑谁比当不虎好？谁是好牛？那一碗。增进时语。风墨最天。
两个奴才，我也三个人来此做什么？是吗？老师说，我来考什么？去考老师。自打了一度，我们可出了去钓鱼。你们两个出身，不肯好好读书，我以三根鱼来抽鸡毛。待老生命在病死老爷，定要重生一等。哎呀，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回去睡觉去。我来请二位少爷为主保读书的呀。哎呦，我也三个玩到什么书啊？哇哦，莫非你也在此为非作歹不成？哦，呀，二姑奶奶，你可不要冤枉好人啊！老爷教母人家管教，二位少爷因此也问三更。我是来请二位少爷为书保读书的呀。原来是此，娃儿言之有理。二位少爷的功课只要严加管教，待明日禀知老爷，定要重赏于你。那王姑姑教书教得真好，自该好好的赏识他你。明日听到。多谢老夫人，多谢二姑奶奶。去向张灯送娃儿为父王。快去呀！老夫人，刚才我去拿灯，就扭了一下。去小姐说，我送王姑姑回去。今天便宜了，下次当心你呀，王姑姑。非好。二妹，两个奴才吓了我一跳，真是大大扫兴。我们还是回房去吧。好，去向张灯。请了老夫人，亲自策马怎相那王爷我的
十分老得香，记得是金的是我好时光。他尽管家茅堂不富，还想借我把电话，那是谁开启他？我想成了起来教训他。随风啊！那家茅堂不服的娃儿呢？那娃儿嘛，我是为上海与他对，自个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
咱们这两个丫头心越来越硬了。上次规划定计，两个奴才各有3根，去汉去乡。今次去乡这丫头上去说话，因为玉石结冰。唉，这样出去怎么体统？弟弟，去乡这丫头曾到3个聪明机灵，这是女他不忠人，还是趁早叫他早生身家，以免日后遭是生死。想到是这样想，就是没有色的人家。我看娃儿疏通上次礼仪，叫2位公子读书也能尽力。是啊，是话按今日以来，2位少爷的养业却与上进，不是把去向许配于他，也好显得娃妇历代贤才。到时候不知去向以下是否？去向到娃什么？老夫人，你们2个丫头抢来抢去的在争些什么？老夫人，辣妹，拿来我看。画了一对字，一只狗。二姑奶奶，这是我的娘大少爷，这狗啊，我的娘二少爷。辣妹，说话谁能说话？我不知道。去向，你是去向，你这样是说的话按走话哇哦！哎，老夫人，好一个娃哦！我看他举止端方，我与他在书房玩动。不想今日娃出事是不管什么事情，于心护着娃夫少爷，这娃了得！辣妹，快去把这个奴才叫来，快去，去呀！是。晚安，姑姑，快来呀！来了。他媳妇花貌容颜美，今在着他智慧聪颖，胸中大。他真是知尊之美，女容造，但愿配母真宽公。今得我一枝花卷发那妹子，你回我呐？王姑姑出事了。哦，出了什么事啊？你家2位少爷往出了去，老夫人恼发脾气了。这个嘛，我知道。他为了当你骂你呢。哦，那妹子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爱我是有道理。我爱看见老夫
哇哦，你可是谁啊？哇哦，何在之语啊？乡里进府，太师爱你在外，并无亏待于你。以后无事此皇王，今晚出轨，弃母家族，这还了得？哦呀！第二位公子乃是堂堂太师之子，怎么会是这良子良贵？这话是哪个说？第二位少爷的呀？是秋香说的。哦，想必是秋香平日待话而语气，有意挑拨离间之故。是啊，华帝明明是主官，这说是二位少爷呢？这是秋香说的。秋香，你好大胆！上次桂花庭前也是你出的鬼主意，今日又将二位少爷逼着主官，人们得到王位，还不与我跪下？妹妹，去家不过来，进去，快去呀！弟弟，这是屈性负债，一会娃儿不该娃着不三不四的话，要不就先把娃儿。呀是啊，师傅不得应该忘我哦，秋香记请起。哦呀，那我这语哎对了，你还要不人哈。我等七夕来临路，七品花儿红人今日自与无期，去向他居并不错，话东话西字不错，话字话句更与错，去向他的自好意，千错万错字不错。弟弟，这是娃儿不该念他处罚，积极领书陷害军犯，何不把他换一份官衣？娃家将功补过，积极一下，日后娃他日日正常如意。娃儿起来哦，是。王姑姑，老夫的命你起来化身官衣，你怎么玩不起来呀？哦呀，我不认了哦。你怎么说？我不认你。无人与母，父子母门。母门，我来。弟弟，随便去向去父子母门。不，我要随老夫人去向起来。哦，老夫人，不，去向还按今日国义，命你父子母门，还好后送来我亲爷姑母。是。弟弟，今日花园见花盛开，我们何不前去观赏？到时再来看观音画像，此次甚好。老妹，快为老夫人送花去。老夫人随好。娃儿，老夫人命去向替你铺子母门，这个观音啊，你一定要画好哟。这个们不知道。喏。
我真是倒不如法。那个回法庭，没一会儿姑奶奶相劝，我非要叫你上上我秋香的底呀！你说的好圈套，只要你冒头，倘不过你啊，好，去想，今天唐伯父要为奴走啊，你与我父子母门。今日我要敬畏报价，老夫的名义父子母门，你说不中明吗？哎，老夫的来了。你哟，你看我呀！哎，你快母啊！不是母不了吗？还不够用嘛？母不母？那我就不忘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母。秋香，你怎么要母的越用越好？秋香，你怎么母的越用？这情嘛，一句越深，这一嘛，一句越用了。真是个女配货者，我要冒充当不过，我要女去香我不得见你永藏印象里细说病，我本是姑苏一结缘，父子错啊托到花草之母语，甘虽是我心，花开花落自有事，因难离更难听。不记得那日有天错相见，一去不又在呀为你家里苗担亲，天涯海角我一见身，自他多少痴情啊恨，那情不逃离莫得我此地虚实不忘意，为求知音成苦堂的，为表母堂人父亲缘，结缘不足，缘来生。为表我当一苦的，太大之的，再盼得我不怕
花生，凡人欺我不怕，为奴入门第，其次得见去相念，大地的为人领，我心。当年我
唐伯虎救文定，乃是将来四大才子，颇有名望。今日被夫人问礼，老夫更以接见。是。有请二位结缘公。这下子可把他找出来了。哦，日为结缘公见礼，老夫永世元年枉不结轨，但被冒昧登堂，望太师海河。不切了，请坐，谢坐。就我日为在今日才不相见，老夫是作为平生了啊！就让太师定国元勋，真乃忠良之才呀！哦，老夫女臣突遇虚名啊，请。啊，老太师，堂上挂的是观音菩萨，真是高雅之极。我做人说话，雅哉雅哉。是如府上书中说话。哦，太师府中竟有这样济世之才，那老太师真称得上是发了在世耶。过奖了。啊，老太师，能否请贵书童出来一见？可以，当然可以了。华斌，你本华恩知道，节日为结缘公。是，华恩出道。好，回我让今有贵客到来，太师命去接触。什么贵客？所带来的文州名字之上还为结缘公。呀！他人定是为我而来，看我只当半定要居风于我。需要。拜见太子。今有文征明之子3日为结缘公来主，你快去见过。是。传结文结缘，做结缘。啊，老太师，我是贵书童叫名字啊，名叫华恩，叫华恩，好一个像样的名字啊！啊，老太师，我知他是旧人问心经啊，是去年8月才买进的。8月。难怪他对客人的礼仪还不给说呀。这次为他万事出事难怪。书童，你以后还要好好的约你。太子久了，你就懂了。华恩，二位结缘公与你讲话，你为我不应啊？我在洗耳恭听啊。二位结缘公，
老夫久闻数九，有唐之为九死有因错不离，恰见这位我不见唐奸人与日为同类呀。哦，老太师问的是唐英唐法虎吗？是啊。哎，他不是在老太师府中吗？他在哪里呀？我就是啊，就是他。这不是唐伯虎画的画吗？哎呦，画得好，画得妙呢！哈哈哈哈。这书上的数字别犯，是同画为说话，就是此相似呢。画为说话之话，与唐伯虎说话之话，竟是不分上下吗？是啊是啊。哎呀！此次是来老太师府中也吃了一股，唐伯虎了啊！哦，对。你他日未见唐伯虎，恐要好生去教。证明，这位监狱公，不知唐伯虎现在哪里呀？老太师问的是唐伯虎吗？是啊。哎呀，老太师啊！比起那古唐伯虎，不由自身一呀泪绿，不谈他去年怀孕得了伤寒症，一直无有你是什么？哎呀，他已经不了啊！唐伯虎，真是个对名归呀！你休得无礼！哎呀，可惜啊，可惜老夫无缘未见这位第四奇才，竟成终身混事。哎，也怪他自己无福来见老太师啊！晚安。你这次为他，我去吩咐女儿为监狱公正王陪你。多谢太师爱戴，告别，请。啊！这自在，你们二人啊，只为捉弄真我啊！我王与同你说上你，不孝当家子，长子死得子，风雨不去做一门银子，夸技巧女子，美身做孝子，刺破你面子，我来是官子呀！兄弟。上英雄，你为什么要来卖身啊？是啊，我见到瓦夫衙门去向，说的话语果然美人进步。这次见到去向，他的心比毛还要美。他不仅仅是我的瓦中之人，更是我子孙之美的一种人哦。瓦中人也好，义中人也好，那事到至今，到底是不是侬个人啊？我为人是你，哎呀！真是聪明面孔笨犊子，这桩事情为啥不来救救我了？呀！马都叫你马不了，快叫我出个主意吧！这桩事情好办。好办。三兄，他出了主意，人间没日吧？好，请二位监狱公得进，谢太师，请。太子，二位监狱公
与你说些什么啊？哦，小人意愿辞别太子，跟在这些员同去姑苏啊。这是为何？那这些人们小人可人娶妻？你是这样为的他呢？我是小人离人娶妻，那这些人要我前去侍奉于他，他在他府中压万甚多，任凭小人挑一名，面对满满的气势，因而小人得来向太子拜辞。好。上一个结交与我做私生，他今春教唆苏东小娃哦，老夫凭你快来他，擦脚推到新长街，来到这是有的富有呀来，我娃夫今无娇娘可惜天，娃儿呀，我不呀来成你先，娃儿，你可真愿意？当然愿意喽。好，不问其事，做子三。娃儿，你快去跟我一声。都别太子。华明，哎，你我吩咐下去，今日太师府要为娃儿献玉成亲，明儿府衙外四级前请，本有请见。不要外子女听着，太子要为娃儿仙女成亲，不能上当下吧？要外子女去就听他，听为娃儿献老太子，今日府中华灯结彩，富一神选，不知为了何事啊？哦，是为我苏东娃儿献玉成亲，请日为他进一处雅兴啊。妙，太师不但是个实在的八路，还是个神秘的雅士。今日为苏东献女人情，定能名扬四海，千古流芳啊！过奖了，华平，你本娃儿知道。是娃儿出道。来谢你，你在殿中立即问语。多谢太子，不要真水闹华平，中方正年我教义，不是我唐明我功名，哪来良缘天作证，老天大人众生缘。与那去向亲亲呀亲，喜滋滋结发你来迎，作为大地听门里，今日华安这家里，唐天作玉林人，教典不中须见鬼，要知道婚姻本质。
呀？啊，府中衙官为人着急啊，那看起来老太师不是出于真心啊！华明，怎么会有要外味道？为老夫人放出的秋香味道。哎呀，夫人啊，就是为娃儿心真情，怎么秋香味道？这奴才的眼脸有是之脸，此下向娃儿才艺风骚，披毛作证，既聪明又伶俐，以小妹之见，就曾见两他吧，只怕秋香不弱，早知我在相穷于他，还秋香堂堂。是，老夫人命秋香堂堂。秋香，王姑姑要变妻子了，你快去呀！我不去。秋香，你快过来上娃儿见过。哎呀！为奴太清光，都在为人家的娃儿来听命，人间事意更难防。生病的少妹清楚生命的用兵在乱，张凤阳，天赐良缘，凄苦无。你见我女，老爷，怎么你还不愿意啊？哎，既是秋香自己不愿意，老太师也不必为难，那我们就告辞，为姑出去吧。哎呀，你真是又是气烈啊！秋香，你为何不愿？快告诉我听。二姑奶奶，娃儿他怎么了？娃儿他是个骗子啊！他是个骗子，他骗你什么？他是个假冒上不户的骗子。他不是骗子，他甚至江乱才子唐伯虎。娃儿是唐伯虎，他就是我表弟唐伯虎。哎呀，二妹啊，你为什么不早讲呢？我怕他卖身为奴，于是他监公的名字。哎呀，事情已被做仔细，他拉嘴了，你看怎么办？不怪去想，我愿意。不和二姑奶奶不告诉，他不是骗子那我当然愿意了。哦，秋香，你愿意了。华明，你快去这位二位见二公。哎，不用得了。这是三人兄得知太师不愿将秋香配接当营，以及他另配了一位衙官做
是来了吗？为同节约群香，